香港65歲或以上嘅長者，只要識得呢兩招，長者生活津貼加保單嘅按揭或者安樂按揭，隨時攞多1萬蚊以上嘅現金流。公營嘅人壽保單唔好嘥咗佢，可以去 HKMC 做保單嘅按揭，可以每月分分鐘派多2000蚊至5000蚊嘅被動收入現金流。喺一般嘅情況下，借款人係去到去世嘅時候，照用保單入邊嘅身故賠償金額去還呢筆保單嘅按揭嘅貸款年金。而筆身故賠償金嘅餘額係會俾翻佢嘅遺產繼承人嘅。第二招，安老按揭，樓都唔使賣，將自住嘅物業按俾銀行，由 HKMC 做擔保。同樣地，可以利用呢筆安老按揭，每月收多1萬蚊以上嘅被動收入現金流。終極 combo 嘅長者生活津貼4250蚊，加保單嘅按揭做每個月2000蚊左右嘅被動收入，加安老按揭做每個月1萬蚊左右嘅被動收入，保守嚟計，每個月已經有超過16250蚊嘅被動收入現金流啦！仲唔快啲 DM 撳錢拎呢份長者生活津貼嘅申請表格？退休唔靠仔女，靠自己最實際。